但是呢，你那天给了我一枪，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。其实呢，关键就是测好距离，看似呢不经意，其实呢已经有10分的把握了。趁其不备的时候，猛然回枪，对不对？你别觉得吃亏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我教你一套木夹刀，怎么样？不用。还挺傲，你别不以为然。我告诉你吧，这兵器的特点啊，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。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。到了，请。走。皇儿啊，来。刚才你皇伯从天波府回来说，一切照朕的旨意做。父皇，皇儿听您的。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，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。哪儿不妥？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，可是疏忽了皇儿，委屈皇儿了。父皇怎说这话？皇儿不觉得亏。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。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？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，也是凶多吉少。他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，都变成了……父皇，皇儿早就想好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，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，伺候太君、杨元帅、郡主，替宗保尽孝的。委屈我皇儿了。父皇。蕾，别叫，是来客人啦啊！一会儿呢，把你就放出来啊。杨将军，你别怕，他不咬人的，进屋吧。还拿着枪呢？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？就是。哎，少将军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哎，也好，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。走吧，走。还怕呀？来吧，我带你去。走。都散了啊！都散了！我怎么说不动呢？看了也白看啊！杨梅，把杨将军的枪收好。好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我来管。你看，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？还不放心啊？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，来吧。来看看吧啊！来看看，来看看啊！咕咕咕咕。哎，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？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，万一有刺客呢？哎，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？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，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。请吧。杨将军，坐吧。哎，我这屋还行吧？
说，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？呀，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？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。你看哈，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，也算是老熟人了，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？我跟你没话可说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俩下棋如何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。当真？那当然了，言而无信，如何带兵打仗啊？好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请坐。小银，看茶。好。我让你3步。你也太小瞧我了吧！我还说让你呢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先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谢少将军。你会不会下棋啊？我怎么不会下棋呀？我要不会下棋，我在这跟你博弈呀。金边银角草皮垛，你这不胡下呢吗？本姑娘啊，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。来吧。不会下就别装会下。哎，少将军啊，下棋呢就是个玩儿，别那么严肃，别那么认真啊。哎，你小时候特淘是吧？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。他小时候啊，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。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，也特淘，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。你像什么捉迷藏啊、跳方格呀、抽老牛啊、砸毛驴什么的，我都特在行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？不知道吧？哎，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来彩云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，然后就这样排，一直排，排得越长越好。另一方呢，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，穿越这无数头驴，最后把这头驴打倒，就算赢了。我跟彩云呢，我们老赢，所以呢就老砸。哎呀，好长时间不玩了，有点生疏了，下次让你看看真货。哎，兄弟们，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，我看呐，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，倒像是去谈婚论嫁。哎，我看也是，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。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，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。哎，把门打开！说你呢？嚷什么嚷什么？哼！告诉你，我们家小姐说了，没有她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门。你不是杨元帅吧？杨元帅？不是啊。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？啊，你说寇老心儿啊？俺跟他八竿子也打不着啊。那你更不是圣上吧？嘿，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？对呀，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？既然你不是杨元帅，也不是寇宰相，更不是圣上，就没权拦本王爷。嘿，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？告诉你，我们这儿是木柯寨，皇帝老儿来了，俺也不理。别那么多废话，把门打开！呵，看不活劈喽你！哎，宗宝，你上房掏过鸟吗？告诉你吧，我小时候没少掏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掏鸟可在行了。这掏鸟得晚上去，等那鸟儿回巢之后，你要把它堵住。有时候幸运的话，还能掏出鸟蛋呢。哎，你猜有一次怎么着？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，我手唰刚伸进去，哎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，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。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手刚一出来，还在那儿反应呢，突然一条蛇啾一下就钻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，给我吓到，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。得亏我爹接上我了，要不然呀，我就没法跟你坐这儿下棋了。哎，你掏过鸟吗？
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，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，真可怜。怎么了，少将军？没事，慢慢想。少将军，你先想着，我给你拿水果去啊。少将军，来喝点茶。来，来吃水果。哎呀，哦呦，这步棋可了不得，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。宗宝，你是不是经过名师的指点啊？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？哦呦，了不起了不起！我认输了。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，我要真的。那当然会给了。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，要么就是3局2胜，要么就是5局3胜。这才刚1局，来，咱接着下来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会耍赖。谁会耍赖了？我真没耍赖，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？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不然你明儿再来。彩云，哎，笔墨伺候。好嘞。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。我要再输1局的话，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，怎么样？来，这样呢，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。再输1局，献上降龙木，不履行诺言，改木姓杨。特立此句，为证。穆桂英，那收好了。这有何用？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？哦呦，这用处可大了！你把这拿出去，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，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，了不得的。好，那我明日再下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对，收好了啊！哎，杨将军，你的剑。那我明天等你来。这不算，我要放这儿。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，在下呀，你肯定输。他棋艺虽高，可不用心，我就有机会赢。你把绝招告诉我，本将军一定赢他。赢？我看啊，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。我觉得快了。快了？快跟他好上了吧？也就你把他当宝贝，本将军可不是。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？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。是吗？你说干什么不行？让我陪他下棋？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，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，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。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妹妹啊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
父皇，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。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？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。啊？皇儿之所以这样，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。好。小姐回来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少将军来了。少将军，小姐，人家少将军呀，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，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。这回马枪呢，我倒是用上了，可是杨家格挡呢，我一直没弄明白。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没功夫。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？你赢我，早着呢。那你干嘛不敢教呀？我是来跟你博弈的，不是来教你功夫的。少将军，您觉得咱俩再下去，您能赢得了我吗？这可是你写的。你耍赖！我耍什么赖了？你真下棋的话，你真下不过我啊！少将军，你就教教我嘛，啊！哎呀，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，你教教啊！少将军，给小姐。远点儿，别伤着你了。好。果真是厉害，我的手都麻了。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。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，看似是防守，实际上是以守为攻。格挡的时候，双臂合力。哦，那大刀它能使吗？一样啊。你教教我吧。来，先抓把的这头，再长点。这么长？好，记住，一定要瞬间发力。来，走。嘿，你这力气也太小了。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。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，你格挡挺有力的。哎呀，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。那是。哎，少将军，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，你手把手的教我。哎，对呀。怎么教啊？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。就这么教呀。这个手呢？抓哪儿啊？把手打开。在这儿啊。这个手呢？这手，再往下一点，远一点。手把手的教。啊？这儿啊？对。圣上的意思是，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，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。太兴师动众了吧？哎，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。圣上是想借定亲，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。哦，宗保做了乘龙快婿，杨元帅出兵，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奸臣胆子再大，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。王爷说的极是。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。哎，不，日子由圣上亲定。是啊，当然由圣上来决定。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。
娘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定亲之事由不得他。得告诉他，不然的话，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。太君想得周全，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。越过无数条驴，最后找到这条驴，你就算赢了。抓哪儿啊？抓这儿啊？这儿。手把手的教。杨宗保，怎么了？想穆桂英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想他干嘛？他答应了，把降龙木给我们，可是多了几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，我也记不太清了，反正她答应给了。哎，宗保，我问你啊。你跟他接触这么多次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直说。一开始呢，觉得他挺粗鲁的，可时间长了，他挺温柔的。温柔？温柔？不对，温什么柔啊？那就是一个野丫头，她不野，那么沉的大刀，她能耍得动吗？一天到晚，泼泼辣辣，咋咋呼呼的，挽袖子抡胳膊，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你的心里话吗？那当然了，那王公大臣的姑娘，有她这样的吗？实话，当然实话了。哎，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，可宗保他还不知晓。到时候要是闹翻了，可就麻烦了。所以大喜三喜，你俩速速去找宗保，把事情给他说开，告诉他，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。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！快去，儿媳明白。哟，打仗还这么讲究啊？我带兵打仗，要是蓬头垢面的话，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？今儿还去木刻寨？对，还去啊？那我不去，谁取降龙木啊？你取啊？宗保，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刻寨不是为了取降龙木？我不取降龙木，我去那儿干嘛去啊？那你带我一块儿去。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，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有空。下次带你去啊！下次啊！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！行，来。小姐，小姐起床了。小姐，快起床了！再睡了。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，哎呀，快起床吧！
快起来！你怎么早叫我呀？哎呦，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？我这不得打扮吗？不打扮更好看，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。真的啊？哎，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？一定好好梳。木瓜，哎呦，小姐，来啦？没有啊？没来，你傻笑什么呀？神经病！这门怎么不打开呀？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？你傻呀你！你这关着门，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。哦，对，快，把门打开，把门打开，快！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。哎呀，没来啊？可能在路上了，咱看不见呢。彩云，哎，上城墙啊，走。别关门啊！别关门啊！是。哎，慢点啊！小王爷，二位婶娘，找宗保啊？正是，请坐。哎，宗保呢？宗保去了木柯寨。什么？他一个人去的？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。为什么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宗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。什么？哎，大嫂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我可是听得真的，宗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。鱼。哎，小姐，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？为什么呀？我怎么吓着他了？怎么说呢？你也太那个了。我哪个呀？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！哎呀，有屁快放！太浪了呗！浪算慢点，小姐，来，小姐，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，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？你眼睛不好使，你鼻子还不好使吗？哎呀，彩云姐，我这鼻子再好使，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。行了，那是不是？走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这鱼。找姑爷去吧。邵将军，你干嘛呢？走吧。怎么了？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。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，我就把降龙木给你，怎么样？行，不教我格挡也行。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。回寨吧，咱们回寨了。走吧。快点啊！按说这宗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。木柯寨不好打，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，
少将军武艺高强，善于用兵，也得需些时日。哼，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，要不宗保早打下了。海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时刻提醒我，千万不要乱发火。我怕嫁到杨家，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。公主，您太委屈自己了。怎么叫委屈呢？我是杨家的儿媳妇，辈分最小，嚣张跋扈，会惹人讨厌。父皇，哎，坐。哎呀，我女儿太漂亮了。父皇，您总到皇儿这儿，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。你和母后都乖巧，父皇自然高兴啊。皇儿啊，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！辽军进犯，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，父皇。我这么做，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，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。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。再说，皇儿不喜欢张扬，隆重操办就免了吧。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。皇儿不看重这个，只要能跟宗保恩恩爱爱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哎呀，皇儿啊，你这么好，杨宗保娶了你，真是他的福分呐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姑娘们，可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！你带我去降龙墓吧。取降龙墓啊？取降龙墓可以呀。我听别人跟我说，那个杨宗保啊，剑舞的那是漂亮，我没见过。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，我就把降龙木给你。舞什么剑？拿降龙木。你不舞啊？不。那你去取吧。有本事你走啊你！舞不舞？舞。可都听见了，少将军要给桂英舞剑了。少将军的剑果然是名不虚传。
要不然，桂英也给您舞一段，请少将军赐教。宗宝，我等你来娶我。我会的。宗宝，你跟沈娘说说，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取不来降龙木？木柯寨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哎呀，再险要再难攻，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，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？赵飞说的。你甭管谁说的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？宗宝，你告诉沈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是谈判。谈判？宗宝啊，你可不会撒谎。沈娘看得出来，你一说到谈判，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。你跟他呀，肯定有事儿。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他能三擒三纵？没事儿，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？没事儿，他能约你博弈，教授武功？大嫂，你看到了吧？真给小王爷说着了。宗宝，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，沈娘不想追问。沈娘这次来，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。圣上和你奶奶、你爹和你娘啊，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。不同意，我死都不同意。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别忘了，这是圣上赐婚。
不对，是八王爷提的亲。你怎么这么蠢呢？这就是圣上的旨意。我不管谁的旨意，我就是不愿意。不愿意也得愿意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我不愿意，我就是不愿意。